王餐通常係指食完嘢離開餐廳唔俾錢。咁如果坐的士唔俾錢呢，咁就叫坐霸王的士。不過最近呢，就有條片影住有人大叫霸王餐。呢位阿姐講嘅霸王餐又係咩一回事呢？呢條片係由 Sagami 安全套贊助播出。話說10月20號嘅星期一，光天化日之下，一個着住熱褲嘅阿姐對住一個白衣阿叔大鬧佢食霸王餐喎。哇，好激動下喎，差啲叫到成個旺角都聽到啊！阿叔都唔執輸，一嘢搶咗阿姐部電話，阿姐就即刻大嗌搶電話啊！黐線噶！佢一手拉住阿叔，阿姐嘅朋友就衝出嚟幫手，4個人揦埋一嚿，仲企埋出馬路，場面真係立立亂啊！大叔俾幾個人圍住，唯有狂嗌救命啊！拉扯咗差唔多成分鐘，雙方終於分開啦。兩個阿姐似乎唔係好夠氣，不過就燃點咗佢哋永不放棄嘅精神啊！依家開始變招啦，周圍同啲途人講呢個阿叔無賴嚟噶，唔俾錢啊！就即刻喺個袋入面拎咗沓傳單出嚟，周圍派，話阿叔周圍呃錢。阿叔都唔執輸，即刻報警講自己冇咗幾十萬啊！哦，原來阿叔之前喺班阿姐度做 facial 做咗半年，之後竟然翻嚟話唔啱使，要求退款。咁阿姐梗係唔肯啦，結果就演變成地下發生嘅大混戰啦。三阿姐仲好激動咁講：哇，阿叔佢食霸王餐啊，用咗半年先退錢啊，仲嚟搶我電話啊！唔係啊嘛，即係呢半年阿叔都冇俾過錢啊，但係你都照幫佢做。條片擺咗上網之後呢，即刻就好多人 share 啦，有網民就話真係肉酸到爆啊！不過亦都有人好冷靜分析，話各有各講呢，真係就未知邊個真邊個假啦。係真係假啊，真係得佢哋先知啦。不過嚴格嚟講呢，你話食霸王餐都啱嘅，但係做霸王 facial 呢，大家就易明啲咯。踢拉踢盡香港熱話新聞，請多多 comment、like、share 同 subscribe 踢拉各社交平台，支持踢拉繼續營運。